一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你眼望。唔见黑，不见了。唔见黑的，唔见黑的。好，这个唔见黑的是南部的说法。那么北部的说法呢是唔见黑的。有没有听出哪个字不一样？第三个字不一样。好，南部的说法唔见黑的，北部的说法唔见黑的。好，第二个补办。补攀，补攀，健保卡，健保卡，健保卡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身份证，2寸照片，2寸相片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通常会加个客语的“给”在中间，2寸嘅相片，或者2寸相片都可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工本费。好，我们有2个学法哦，有2种说法，工本费，或者另外一种比较道地的说法是工钱，工钱。好，马上，马上呢也有2种说法，南部的说法是2时，北部的说法呢2时。好，再听一次哦。2时，2时，好，有点不一样，小小的地方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能，秋周的，秋周的。唔好，请问我拍乜嘅？拜託咧，我嘅健保卡唔見係咧，我用嘅實能好。唔係聽人哋入微保嘅咩？錯。补拍使用你嘅身份证同一张2寸嘅相片，含爱工钱200嘅元。哦。2時就做得拿到冇？冇按價，好唄，我用掛號基本。好，多謝。